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喺香港商業世界入面好常見，但有好多人忽略嘅問題。如果你係私人有限公司嘅少數股東，覺得自己被大股東邊緣化，甚至覺得現況對自己唔公平，可以點樣做？第一部分，少數股東的困境，先講少少背景。喺香港，好多私人有限公司都係家族公司，或者由幾個拍檔一齊搞。一開始大家都講好齊上齊落，但日子耐咗，關係轉差，少數股東就好容易陷入困境。例如，你冇辦法阻止大股東通過董事會決議，股份又唔易賣出，想走都走唔到。最慘係大股東甚至可以用佢哋嘅投票權將你排除喺管理層之外。呢啲情況就係公司法入面所講嘅少數股東困境。第二部分，法律途徑之一，公平合理清盤。咁香港法律點樣幫少數股東呢？第一個方法係根據公司條例第177F 條，向法庭申請基於公正與合理理由清盤公司。意思係如果股東之間嘅互信已經完全破裂，好似以前嘅合夥關係已經無法再繼續，法庭可以命令公司清盤，大家一拍兩散。不過要留意，如果公司本身係賺緊錢有運作，清盤可能會令所有人蒙受損失，所以清盤通常係最後手段。第三部分，法律途徑之二，不公平損害救濟。另一個更實用嘅途徑就係公司條例第168A 條，任何股東如果覺得公司業務係以不公平損害自己利益嘅方式進行，就可以向法庭請求救濟。咩叫不公平損害呢？法院案例解釋過，唔需要去到壓迫性咁誇張，只要大股東嘅行為明顯偏離咗公平公正，違反咗股東之間基本嘅信任同公平遊戲規則，就可以構成。法庭有好多靈活嘅救濟方式，例如命令大股東以合理價錢買走少數股東嘅股份，規管公司未來運作方式，甚至作出其他任何認為合適嘅命令。第四部分，案例說明 Safe Steel， 講一個香港真實案例。1987年嘅 Safe Steel Furniture Factory 案，一位少數股東本身亦係公司經理人，突然被大股東家族解僱，用增資方法稀釋佢嘅持股比例，由原本40%減到剩8%。佢唔單止冇咗工作收入，仲失去咗控制權。法庭點判？法官認為大股東咁樣做係不公平，並且損害少數股東利益。雖然申請清盤都有理據，但因為公司仲有盈利，清盤未必對大家有利。最後法庭決定用168A， 命令大股東要以公平價值收購少數股東股份，確保佢得到合理補償。呢個案例就係典型嘅不公平損害救濟實際應用。第五部分，啟示。咁我哋可以學到咩？清盤第177F 條係最後手段，只有喺互信完全破裂時，法庭先會考慮。不公平損害第168A 條更常用，更靈活，尤其適合私人公司內部嘅股東家族糾紛。最重要嘅係少數股東唔係完全無力。香港公司法俾咗你一個安全網，當你覺得自己被邊緣化、被逼退出或者權益被稀釋，應該盡快揾律師，考慮透過法庭維護自己嘅權益。總結一句，公司股東爭議永遠以公平同信任為基礎。香港公司條例提供嘅第177(1)F 條同第168A 條，正正就係為咗保障少數股東。如果你都遇到類似情況，記得要及早行動。想睇更多香港公司法案例同股東權益嘅解說，記得訂閱同分享我哋嘅頻道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揾律師，揾業借答。